網約車結果嚟咗公交車係一種咩體驗呢？而家就可以過嚟知識城呢邊試下啦。咁最近呢，廣州巴士集團就開通咗易達巴士嘅服務啊。咁顧名思義，其實就係網約車巴士嘅意思。咁其實佢運營模式咧都係好簡單嘅啫。首先呢，打開微信嘅小程序廣州公交社區，然後拉到下邊就係一個易達巴士嘅窗口。你一打開，佢會打開滴滴出行嘅小程序，然後咧你就可以喺知識城片區嘅呢一帶選擇你嘅上車點，然後輸入你嘅目的地，跟住就會有巴士嚟搭你去一個地方噶啦。咁目前嚟講呢，易達巴士嘅服務區域就係知識城嘅呢一帶，而且佢嘅票價呢，目前統一就係3蚊雞左右。咁哪怕咧你係一個人打去1公里或者0.5公里嘅地方都好，都會有巴士過嚟點到點咁將你接上，然後送你到目的地嘅。咁如果車上有多名乘客嘅話呢，佢車入邊嘅系統就會根據乘客嘅目的地，從而規劃出一條從遠到近嘅類似於公交線路嘅嘢出嚟嘅。咁喺目前嘅廣州知識城，佢嘅巴士線路比較少，同埋巴士發班嘅間隔比較大啊，所以易達巴士呢個服務嘅出現呢，就為知識城片區嘅居民帶嚟咗多一分選擇同埋多一分便利嘅。咁喺配車方面呢，目前知識城片區嘅易達巴士車隊就係由6台7米級別嘅金旅 XML 6700 JEV Y0 所組成嘅。而呢啲車最早呢，就係廣州潘港客運公司嘅包車嚟嘅，所以佢哋無論係配置定係舒適性都係唔差嘅。首先最近嘅肯定就係張凳啦，因為佢哋之前呢係行包車嘅，所以呢就係同普通公交車嘅硬質塑料凳係唔同嘅。咁呢啲仿金類嘅考斯特車內呢，都係裝配晒1+1嘅皮質大軟座喺入邊噶啦，坐住嘅舒適性呢係相當嘅唔錯啊。咁至於底盤方面，雖然呢一款6700 JEV Y0 呢4個轆都係板黃懸掛嚟噶啦，但係咧喺我個人嘅體驗下，佢嘅底盤其實唔會好硬，亦都唔會好跳。再加上知識城呢度嘅路呢係極其平整同埋極其咁廣闊啊，所以呢啲金旅考斯特其實坐起身嘅體驗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而喺外觀方面呢，目前6台配車其中有2台係上咗易達巴士嘅廣告，並且都有廣州巴士集團嘅 logo 嘅。而另外4台呢，就依然都係潘港客運公司包車部嘅原廠香檳金嚟嘅。不過可以預見到嘅係呢啲金旅考斯特喺遲啲有可能就會進行一個塗裝嘅更改噶啦，就會變成目前廣州巴士集團最流行嘅滿洲窗風格嘅塗裝嘅。所以呢，如果你中意香檳金嘅話，咁你就可以快啲過嚟影啦。咁如果你中意廣州巴士集團嘅顏色呢，你遲啲過嚟影都係冇問題嘅。咁最後嘅最後啊，就係關於廣州巴士集團新開嘅易達巴士服務嚟講，你哋覺得方唔方便呢？都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我聽嘅。